各位朋友，今天我要和您谈一个或许会颠覆您多年印象的真相。您是不是也常听人说，每天走路就是最好的养生法？的确，走路对心肺很好，我也一直鼓励病人要保持活动。但您是否发现，走了一大圈回来，腿还是沉重，甚至会有肿胀、抽筋，或者站起来时觉得不稳？这种越走越累的感觉，往往让人心里打鼓。是不是年纪大了，就只能接受这样的退化？朋友们，我要告诉您，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光靠走路，身体里有一个关键系统，几乎完全没有被叫醒。它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第二心脏。这可不是夸张的称号，而是医学上早已证实的重要机制。藏在小腿深处的肌肉就像一个帮浦，能把血液往上推，减少肿胀，改善循环，还直接参与我们的平衡系统。如果它持续打瞌睡，再怎么走路，也难怪您会觉得脚步还是不稳。我是李建华医师，从事内科临床超过30年。在我的诊间里，常常遇到长辈告诉我，我每天都有去散步，可是下楼梯还是会心慌，晚上还是会抽筋。经验告诉我，问题往往不是走得不够，而是走得不对重点。这颗第二心脏没被启动，就好像水管里的水泵停摆，怎么冲水都不顺畅。所以，请您一定要耐心看下去。今天我会带您拆开几个最常见的迷思，让您了解这颗隐形的引擎到底怎么运作。最后还会教您一个简单的小秘诀，只要每天1分钟，就能帮助唤醒这颗第二心脏，让您的脚步更轻盈、更稳健。在开始之前，也请您支持我们的频道。如果觉得这样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现在就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也麻烦您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代表有帮助。如果觉得还不确定，就输入0。您的回馈会帮助我知道哪些主题最值得继续分享。记得，健康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每天正确的选择与累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先从几个看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开始，一步步拆解。朋友们，在台湾许多家庭里，每天散步吃得清淡，几乎已经成为长辈们的日常。很多人也会跟我说，医师，我都有出去走路，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在我的30年临床经验里，我发现有3个最常见的神话，其实正在默默阻碍我们真正变得稳健。第一个神话，走路就等于平衡训练。确实，走路能够帮助心肺健康，也能活动关节，但走路时小腿的肌肉只在有限的范围里收缩与放松，就好像一台机器只开到1半马力。真正能支撑平衡的第二心脏往往没有被充分启动，结果就是走了很多步，却还是觉得脚步虚站不稳。第二个神话，腿肿沉重只是老化，忍一忍就好。不少长辈以为年纪大脚肿一点正常，甚至觉得晚上抽筋也是必经过程。但事实上，这些症状往往是小腿帮浦没有好好工作的警讯。当血液回流不顺畅，下肢循环变差，除了不舒服，也会让平衡感愈来愈退化。这并不是单纯的老化，而是可以改善甚至预防的问题。第3个神话，只要加强大腿或走更久，就能改善站不稳。许多人以为多练大腿，走更长的距离，平衡就会自然变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大腿虽然强壮，却不是维持细腻平衡的核心。真正影响我们站立时稳不稳的，是位在小腿深处耐力极强的肌肉群。如果他们持续睡着，再怎么努力加强别的部位，都像是在绕远路。朋友们，这3个神话看似合理，但却让许多人错过了真正的关键。熟悉的观念不代表正确，
传统的习惯也不一定安全。那么这颗第二心脏究竟是怎么帮助我们稳住身体，减少跌倒风险的呢？接下来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看看它的医学机制。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心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很多朋友听到会觉得纳闷，小腿不是只有肌肉吗？怎么会跟心脏有关？其实答案就藏在最基本的生理机制里。我们的身体每天都要把血液送上头部和全身，真正的心脏位在胸腔，必须不断把血往下打到双腿。但是您想想看，血液下去之后要怎么再回到心脏？如果没有帮助，它就会像水流到低处一样积在脚踝，造成肿胀、沉重，甚至静脉曲张。这时候小腿的肌肉，特别是深层的比目鱼肌 soleus 就扮演关键角色。每当我们踮起脚尖，小腿肌肉收缩，就像一台帮浦把血液往上挤，逆逐地心引力送回心脏。这个动作不仅减少肿胀，还能改善循环，让脑部和身体获得更好的供血。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为第二心脏，因为没有它，我们的血液回流会大打折扣。更特别的是，比目鱼肌是耐力型的肌肉，平常默默在工作，维持我们站立和姿势的稳定。它不像大腿那样需要爆发力，而是长时间支撑。当这块肌肉没有被有效训练，平衡系统就像少了一根关键支柱。用一个生活比喻，想象您的小腿是家里的水管，如果水泵开到全功率，水就能顺利往上流，但若掌期只开一点点，水就会淤积在低处。走路时，小腿确实在动，但往往只动到一小部分范围，好比水泵只开半档。真正能唤醒这颗第二心脏的是完整的抬高、停留以及慢慢下降。这样才算是让肌肉全程发挥作用。朋友们，当您明白这个机制，就能理解走路很好，但不足以训练小腿帮浦的全能。长年下来，未被启动的第二心脏不仅让腿越来越沉重，还可能间接增加跌倒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当这颗第二心脏不工作时，会对身体带来哪些实际的危害。朋友们，很多人以为腿沉重只是小毛病，但其实这背后隐藏的风险比我们想象中更严重。当第二心脏长期没有好好发挥作用，血液就容易滞留在小腿，接下来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第一步就是肿胀与沉重感，许多长辈到了傍晚，脚踝明显肿起来，鞋子都变紧。这一病不是单纯的老了，而是静脉回流不顺，水分积在下肢，就像一桶水，如果没有出口，时间久了必然会满溢。第二步是夜间抽筋与不稳，当小腿肌肉缺乏力量，神经系统接收到的平衡讯号也会减弱。很多人告诉我，晚上睡到一半会被抽筋痛醒，或是早上起床站起来时头晕、摇晃，这些看似小问题，实际上是跌倒的前兆。第三步是心血管与肾脏的负担，血液长期淤积，压力会回传到上游，对于本来就有高血压、心脏病或肾脏病的长辈，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在诊间纳闷，我明明每天走路，为什么还是控制不好？原因往往就在于这颗第二心脏没有被叫醒。我要特别提醒，根据临床统计，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每年大约有1/3至少跌倒一次。跌倒不仅可能造成骨折，更会打击自信心，让人不敢出门，健康恶性循环就此开始。当小腿帮浦无力，正是导致跌倒的隐形推手之一。那么您或家人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呢？走了一大圈，却还是觉得脚沉，晚上抽筋或是起身不稳。
如果有，请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经验，说不定能帮助到和您有同样困扰的人。接下来，我要带您看看医学界的观察与临床经验，专家们怎么解读这颗第二心脏，以及为什么它和长辈的跌倒风险密切相关。在我的行医生涯中，常常和同业交流，许多临床医师一致指出，光靠走路并不能完全保护我们的平衡系统。小腿深处的第二心脏若长期懒惰，问题就会慢慢浮现。台湾荣总复健科的同仁曾分享一个观察，许多长辈每天固定散步3-5千步，但仍然抱怨脚沉重，容易抽筋，甚至走路时不稳。检查发现，他们的小腿肌群力量不足，特别是比目鱼肌几乎没有被唤醒。这块肌肉本来就不是靠走路就能强化的，必须透过完整的抬高与控制下降，才会真正启动。另一位心脏内科医师也提醒我们，第二心脏不只是稳定的肌肉，更是一个循环的帮浦。当它无力时，血液容易滞留在下肢，增加心脏与肾脏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病人虽然每天都在走，血压控制还是不好，甚至晚上腿肿得厉害。朋友们，这些观点让我们明白一件事：传统的走路等于养生观念需要被更新。走路固然好，但只是基础。如果我们不把第二心脏叫醒，就好像每天用半套系统在支撑自己，久而久之，当然会出现失、横与跌倒的风险。我还记得有病人很无奈地对我说：“医师，我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是不稳？”这句话让人听了心疼。真正的答案其实是因为走路没有启动那个最重要的引擎。那么这些冷冰冰的数据与专业观察背后隐藏着怎样真实的人生故事呢？接下来我要带您认识一位来自台南的林阿姨，她的经历会让我们更清楚看到为什么一定要把第二心脏唤醒。在我的病人当中，有一位案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她是林阿姨，今年72岁，住在台南。林阿姨性格开朗，退休后每天早上都会跟邻居一起到附近公园散步，40分，中风雨无阻。她常对我说：“医师，我都有乖乖走路，应该够健康吧？”然而几年前，她开始发现自己走得多，但脚却愈来愈沉。每天傍晚，脚踝肿得厉害，鞋子都要换成大1号。晚上睡觉时，小腿常常抽筋，痛得惊醒，让她对夜晚充满恐惧。更让她不安的是，下楼梯时会觉得头晕脚软，好几次差点摔倒。林阿姨的家人看在眼里，很担心，于是陪她来到我的诊间问诊时，我仔细了解她的生活习惯，听到她每天虽然有固定散步，但没有其他下肢训练，我心里大概已经有答案。检查显示，她的小腿肌群，特别是比目鱼肌明显无力，循环也不好。当我向她解释走路虽然好，但没有真正启动小腿的第二心脏时，她愣住了，眼眶甚至泛泪。她说：“医师，我一直以为自己有认真保养，没想到每天做的事却还是不够。”那一刻，我感受到她的不安与失望，也更坚定要帮助她找到正确的方法。朋友们，林阿姨的故事不是特例，而是许多长辈的共同写照。每天努力走路，却还是遇到同样的困扰。那么，除了林阿姨之外，还有哪些人属于高风险族群，更需要特别注意呢？林阿姨的故事提醒我们，不是每个人走路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某些族群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第二心脏无力的影响。如果您或家人属于以下几类人，就需要特别留意。第一类，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或肾脏问题的人。这些病人本来就需要严格控制体内的液体与盐分。当小腿帮浦无力，血液滞留在下肢，压力会往上回传，
导致血压更不稳定，心脏和肾脏也会加倍受累。许多人即使天天吃药，仍觉得血压难以控制，其实背后就有这个原因。第二类，有胃病史或下肢静脉曲张、循环不良的人，静脉瓣膜已经松弛，再加上帮浦力量不足，肿胀与疼痛就更明显，晚上抽筋，皮肤颜色变暗，都是早期警讯。如果忽视，将来可能演变成更严重的慢性静脉疾病。第三类，外食族与重盐口味的人，在诊间我常见到年轻上班族白天久坐，晚上爱吃卤味、泡面，加上一碟小菜，长期下来小腿循环大受影响。别以为年轻就没事，等到40、50岁开始出现水肿或抽筋时，才发现基础已经打了折扣。第四类，年长者，特别是曾跌倒或害怕跌倒的朋友，随着年纪增加，味觉和神经传导反应会逐渐退化，小腿肌肉不紧，力量不足，敏感度也降低。很多长辈觉得脚没力，走路心虚，其实正是第二心脏在提醒他们需要更积极的训练。朋友们，天然不等于安全，传统习惯也不等于正确。当我们属于这些高风险族群，更需要主动去改变，因为跌倒不仅是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公共健康问题。那么，从个人的风险放大到整个社会，台湾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数据所揭示的现况。如果说个人的第二心脏懒惰会造成肿胀、抽筋与不稳，那么放大到整个社会层面，问题就更加严重。台湾正快速进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卫福部统计，65岁以上的长辈中，每3位就有1位每年至少跌倒1次。跌倒是老人意外死亡的主因之一。很多人因此骨折、卧床，甚至丧失自理能力。这不仅影响个人，也成为家庭与医疗体系沉重的负担。在许多研究中，小腿肌力不足与循环不良被视为跌倒的关键风险因子。长辈虽然天天有走路，但如果没有进行完整范围的踝部训练，帮浦功能依然低落。结果是外观看起来有运动，其实最需要的系统却依旧打瞌睡。另一个值得警觉的现象是鞋子的选择。现代人习惯穿软底、气垫厚的鞋，虽然舒适，但却减少了足踝与地面的感觉回馈。长期下来，小腿的控制能力愈来愈差，第二心脏更加懒散。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专家强调，不能只靠走路，更要透过特定训练唤醒小腿帮浦。朋友们，这些数据和趋势提醒我们，跌倒不是单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民的健康隐忧。如果我们只依赖走路，却忽略了第二心脏的功能，就好像全社会都在使用一个半套系统来支撑长寿生活，风险自然会一再累积。那么，当林阿姨开始尝试改变，把走路升级成唤醒第二心脏的练习，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回到她的故事，看看转变如何一步步发生。还记得台南的林阿姨吗？在了解第二心脏的概念后，她决定尝试改变。起初，她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情，每天只愿意在客厅的椅子上做坐姿体踵。她告诉我，医师，我怕自己做不好，就先从最安全的开始。结果2个星期后，她惊讶地发现，晚上抽筋的次数明显减少，脚踝肿胀也比以前轻。在家人的鼓励下，林阿姨开始练习站姿全程体踵。她会站在厨房流理台前，双手轻扶台面，慢慢踮脚，停留1秒，再慢慢放下。她形容说，医师原来慢慢下来，腿里会有一种深层的力量在用，跟平常走路完全不一样。
到了第3个月，他的女儿教他尝试弯膝单脚提踵，这个专门启动比目鱼肌的动作。一开始林阿姨觉得很吃力，但孙子常在旁边帮他竖拍子、加油打气。几周后，他不仅能坐得更稳，还惊喜地发现下楼梯时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心慌，走起路来脚步也轻快许多。回诊时，林阿姨笑着对我说：“医师，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不是我走得不够，而是没有把这颗第二心脏叫醒。”她眼神里的安心与喜悦，让我深深感受到一个简单改变带来的巨大力量。朋友们，林阿姨的故事告诉我们，传统的走路固然重要，但真正能让脚步稳健的是把小腿深处的引擎重新启动。那么，我们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落实？接下来，我将教您几个简单的方法，并送上3个立刻可以开始的行动。朋友们，说到这里，您一定想问，那我应该怎么开始才能把这颗第二心脏叫醒呢？作为一位行医30多年的老医师，我不会要您做艰难的运动，而是提供3个循序渐进的动作，既安全又能确实唤醒小腿帮浦。第一步，坐姿提踵。找一张稳固的椅子坐下，双脚平放在地面，把手掌或2瓶矿泉水放在膝盖上，当作小重量。接着慢慢把脚跟抬高，感受小腿深处收缩，再慢慢放下。每天做15下，2、3组，这是最安全、最容易的起点。第二步，站姿全程提踵。面对流理台或稳固的椅背，双手轻扶。双脚与肩同宽，踮起脚尖，停留1秒，再慢慢放下。重点在于慢慢下降，因为这才是真正训练肌肉控制的关键。每天同样做15下，2、3组。第3步，弯膝单脚提踵。这个动作更进一步，锁定比目鱼肌，站立时微微弯曲膝盖，将重心放在一只脚，另一脚稍微抬起，然后踮脚停留，再慢慢下降。您会感受到小腿深处更强烈的启动。每侧8、12下，2组即可，请务必扶稳，安全第一。这3个动作，从坐姿到站姿，从双脚到单脚，就像一个小小的阶梯，逐步让您的第二心脏恢复力量。那么现在就给您3个立刻可以开始的行动。今天回家就先在椅子上做2组坐姿提踵，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家人或朋友，邀请他们一起练习，互相提醒。明天开始，在散步前或后增加1组站姿全程提踵，让走路真正升级。朋友们，改变不需要一步登天，从这3个小动作开始，您会发现自己的脚步渐渐变轻盈，信心也慢慢回来。接下来，在影片的最后，我想用最真诚的方式为您总结今天的重点，并送上一个简单的小秘诀。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第二心脏的真相。或许您会觉得有点意外，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每天走路就足够。但临床经验与真实案例提醒我们，走路固然重要，却不能完全取代小腿帮浦的训练。如果这颗隐形的引擎持续懒惰，脚步就很难真正稳健。我要告诉您，健康不是运气，而是选择。每天多做一个小小的正确动作，就能累积成大大的改变。林阿姨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从抽筋、肿胀到重新找回稳定和自信，一切都始于愿意启动这颗第二心脏。在这里，我也答应过要送给您一个简单的小秘诀，每天只要花3分钟，先在椅子上做1分钟坐姿提踵，再做1分钟站姿全程提踵，最后加上1分钟弯膝单脚提踵，短短3分钟就能有效唤醒小腿帮浦，帮助循环，减少肿胀，让脚步更轻盈、更稳当。
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把影片分享给需要的家人朋友。也许您的分享能让另一位长辈避免跌倒的风险。最后要提醒您，本影片仅供健康资讯参考，不能取代专业诊断与治疗。如果您有慢性病或正在服药，请务必与您的医师或复健师讨论，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愿您和家人都能脚步稳健，心情安定，走得安心，活得开心。祝福您健康长寿，我们下次再见。